今個月初，洛杉磯居民 Terrell Johnson 嘅家屬提起訴訟，話呢位72歲嘅長者喺San Jose一家酒店沖涼嘅時候，被高達136度嘅滾燙沐浴水燙死。事情發生喺5月22號，Johnson 同屋企人驅車6小時前往San Jose參加佢孫女嘅畢業典禮。抵達San Jose機場 Fairfield by Marriott Inn Suite 酒店之後，Johnson 選擇沖涼。當佢嘅孫進入浴室查看佢嘅情況嘅時候，發現佢喺浴缸中失去意識，部分身體浸泡喺燙水中喐，家屬冇辦法立即將佢拉出。法庭文件聲稱，家屬喺試圖進行急救嘅時候，被迫目睹佢嘅皮膚從身體上剝落。Santa Clara 院法醫裁定，Johnson 全身超過33%嘅皮膚遭受燙傷，導致佢死亡。據悉，加州對淋浴同浴缸嘅水溫法規規定，水溫不得超過120度。訴訟話，酒店淋浴水溫喺134至136度之間。天涯衛視記者編輯報道。